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之前2集我哋分別完成咗重啟內在導航系統同學習駕駛技術，呢啲都係不可或缺嘅準備。今日就意味住我哋要正式將車駛上公路，親手創造想體驗嘅風景。呢一集正係關於整合與創造，點樣將覺醒嘅意識穩固落嚟，鑄造成一個嶄新嘅現實。因為當你持續實踐跟隨興奮，一個微妙而深刻嘅轉變必定發生。你唔再只係單純做新事情，而係開始成為一個新嘅人。你嘅價值觀、人際關係，甚至對時間嘅感知都會悄然重組。呢個過程並非逃避世界，而係帶住更強大嘅力量同喜悅重返生活，並為世界帶嚟你嘅獨特頻率。我哋將會探討3個關鍵階段。首先，重塑個人實相，繼而喺舊結構崩解嘅時候，保持覺知與及智慧，最終接軌你同人類集體覺醒嘅深刻連結。跟隨興奮並唔係一個終點，而係一條清晰嘅路徑，佢將會引領你去到你獨一無二嘅使命或服務形式。巴夏教導我哋做你熱愛嘅事同服務他人，根本唔係兩件分開嘅事，而係同一個硬幣嘅兩面。點解？因為當你全程投入自己最高興奮時，你自然就會處於最高嘅振動頻率，而你喺呢個狀態下散發嘅能量、創造嘅作品帶嚟嘅改變，本身就係對世界最自然，亦係最有效嘅服務。舉個例，如果你嘅興奮係音樂，跟隨佢，你可以從自娛開始，慢慢到同人分享，再到創作能夠治癒人心嘅樂曲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你根本唔需要刻意去諗我要幫人，但係服務就已經透過你活出興奮嘅存在狀態自然發生。巴夏將呢種服務稱為存在式服務。你最重要嘅服務就係活出你最興奮、最真實嘅自己。當你堅定行走喺呢條路上，現實自然會開始同步支持，資源、人脈、機會會仿佛巧合咁逐一出現。呢啲同步性事件正係新實相正在凝聚嘅證明。關鍵在於你要持續信任內在興奮，而非向外追求一個固定嘅成功藍圖。你嘅道路獨一無二，渾然天成，無法被複製或者預設。但係創造新實相嘅同時，往往伴隨住舊實相嘅崩解。呢個階段可能充滿挑戰，就好似一份厭倦已久嘅工作再冇辦法忍受，一段消耗式嘅關係走到盡頭，又或者係舊有嘅生活習慣顯得格格不入。巴夏提醒我哋要用新角度看待呢種失去，佢並非懲罰或者失敗，而係一種優雅嘅崩解。正因為舊結構已無法匹配你新嘅更高嘅頻率，所以佢冇辦法再維持。佢嘅崩解係為咗騰出物理同心理嘅空間，讓與你新頻率共振嘅事物得以進入。穿越優雅崩解嘅智慧，在於以下3個核心選擇。1. 練習不抗拒。恐懼會催促你修補舊結構，靈魂卻邀請你放手。關鍵係靜心分辨兩者，避免用力捉緊已經唔再匹配嘅安全感。2. 主動聚焦新建設，能量從點解會咁嘅抱怨轉向我而家對創造乜嘢感到興奮，即使只係佈置一個令自己喜悅嘅小角落，亦係喺度實實在在咁建設新嘅實相。3. 融入共振嘅社群，主動連結與你有類似價值觀嘅夥伴或者團體，被理解、被支持嘅能量，能為你嘅轉型期提供關鍵嘅滋養與及力量。最後要將視野拉到最宏觀。巴夏嘅訊息從來唔單止關乎個人解脫，而係指向人類集體意識嘅進化。你個人嘅覺醒，你選擇活喺更高嘅愛同喜悅頻率當中，本身就係對世界最強大嘅貢獻。想象集體意識係一個巨大嘅能量網絡，每一個陷入恐懼與及分離嘅念頭都係一個低頻信號，每一個選擇愛、興奮與及連結嘅念頭都係一個高頻信號。你穩定自身頻率嘅工作就係持續向呢個網絡發射高頻數據，
不斷強化一個新嘅可能實相。當越嚟越多嘅人咁樣行動，臨界點到達嘅時候，整個系統，亦即係人類文明，就會整體躍升到一個更和諧、更具創造力嘅新狀態。呢啲就係你更深層嘅靈魂契約。你嚟到地球，唔單止係為咗個人成長，更係作為一名意識嘅催化者。你用親身嘅探索以及突破，為人類集體驗證，並且鋪墊一種新嘅存在方式。你嘅每一步都讓後來者嘅路更易行。由第一集嘅遺忘到第二集嘅尋找，再到今集嘅記起與創造，我哋共同走完咗巴夏描繪嘅靈魂地圖。呢個旅程嘅核心唔係要你變成另一個人，而係幫你一層層剝開唔屬於你嘅外殼同偽裝，記起你本來就係邊個，一個充滿力量、無限創造力，並以體驗為樂嘅永恆意識存有。巴夏認為地球呢場遊戲嘅終極目的，並非係為咗離開，而係學會如何以覺醒嘅狀態，全程投入咁去生活、去愛、去創造，將每一刻嘅挑戰視為遊樂設施，將每一次嘅喜悅視為回家嘅小徑。如果你對呢個系列有共鳴，希望你從今日開始，對自己多一份溫柔嘅覺察，對生活多一份信任嘅好奇。你內在嘅導航系統永遠在線，宇宙永遠都會回應。願你以自己嘅節奏，活出最獨特、最興奮嘅人生版本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多謝你。